你係咪曾經好奇過你嘅營養產品裏邊到底有咩成分？你並唔孤單。作為全球排名第一嘅運動同生活方式營養品牌，我哋傾聽你嘅心聲，因為你值得擁有安全且適合你需求嘅營養。因此，我哋提供根據你嘅生活方式量身定製嘅選擇。以下係科學原理，我哋會檢測細菌、霉菌毒素、殺蟲劑、重金屬同埋過敏原。我哋運用尖端技術同科學手段，對每一批產品進行檢測。例如，呢個就係我哋得獎嘅 Formula One 蛋白奶昔其中一部分檢測過程。感應偶合等離子體質譜儀可以檢測同量度重金屬嘅微量含量。呢個就好似為我哋嘅成分裝咗個金屬探測器，幫我哋剔除污染物。氣相式土質譜儀就好似酒精呼氣測試咁，會檢查溶劑同埋殺蟲劑，確保佢有害氣體殘留。質子核磁共振光譜儀可以分子層面檢測雜質，好似做 MRI 咁，確保我哋成分嘅純度。我哋嘅專家致力確保每一件產品都安全、高質而有益，因為入邊嘅成分最重要。每一件產品入邊都有一個科學世界。用科學去信任你嘅營養，用科學推動健康生活。